嗯，好，好，来开始。开始吼，台北第一好看，这个敢若变调，爱变调，第一好看。是好看的厝是大稻埕港边街，港边街西洋人的地行，地行是啥物意思？地行就是你卖地哦，地行哦，是地行，诶，啉茶地行地行。地行，呵呵，地行，嘿，这个所在敢若是第5条，爱变第3条较关系吼，听的较安尼变调。地行173-253，这是泉州腔啦。系啊，哦，是，好。你若是南部腔，573-2是变第7声啦，变第7声地行，但是因为这个所在若是第5声变第7声，地行就是听较罕的安尼听着，好，不要紧，好。啊，迄个港边街是敢是一条街仔的名？应该是啊。好，继续。风俗，等下，风俗，食鸦片，跋筊，出在人，只有金太牛，后壁这句是啥物意思？只有金了解，金太牛就是袂使太牛的意思。是，好，这段短4段，你敢莫来读一遍？台北第一好看的厝，你拄则问讲爱变调嘛？我读变成安尼读第一好看，所以变成变调嘛吼。台北第一好看的厝是大稻埕港边街西洋人的地行，风俗食鸦片，跋筊出在人，只有金太牛。好，继续。伊讲的这，咱顶回讲，伊讲的这个时代，佫是日本时代进前啦，吼，这是日本时代进前。1895年前的代志吼。对。伊当阵讲是，你看已经地行伫，已经有地行啊，嘿。好，伊当阵的地行，毋是已经有尔，是足侪间，因为迄当阵台湾地。哦，是，行销拢会送去西洋遐。对，当阵全世界介出名啦，台湾地。是，有。Formosa。你若看，后来因为地金有拍这段，所以大家较早，其实较早台湾人拢毋知，就是台湾人较早迄个地都已经是行销全世界吼。是荷兰时代迄个时代就开始。荷兰时代可能无啦，迄当阵可能无种地，无遮普遍。是伫咧大清的时阵，就是大清的时阵，但是靠，当然无可能靠大清去吹杀迄个地啦，是英国人发觉讲台湾地足好诶，所以英国足侪地行嘛，什么颐和洋行啥，伊即马讲诶地行应该就是西洋人诶洋行嘛，西洋人诶地行吼，就是迄当台湾有敢若是3间诶款大洋行啦吼，我即嘛不是写想袂记吼。其中一间是颐和嘛，佫有其他洋行吼，伫迄当伫艋舺遮拢因拢有设。好。所以就有名。嘿，是。好，咁么嘅，好，白卡，白卡的富人是牛，无白卡的讲是干。好。就是牛是主人，干是使用人。使用人了解，下骹人的意思。是。好。那进前敢若看过即个书吼，即个字干。
我来那因后要搁看，来搁看。查某干就是点啊，讲。有进前有听到查某干了有印象，要是有印象，嘿，进前印象吼，印象，干做牛块，做干难，好了解。所以讲牛就是迄个一般人小食迄款的意思。牛就是牛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伊讲做牛就是较简单，较轻松，拢是。做牛快就出一支喙讲就好啊，做干就爱做甲足辛苦的，做甲大力汗细力汗。好，继续。迄个较早吼，新妇啊。OK， 无关系。我是新妇啊咧。新妇啊，嘛是真辛苦。那你做干，就是我想讲奇怪，我哪会去想着新妇啊？新妇啊辛苦，定来拢敢若做干。嘿，敢若做干，好。各种工课拢爱做，劳工。好，继续好。捌科学的人，捌科学的人真少，只有汉学的读册人讲是新事。了解。动心最尊贵，了解，最尊贵。因是第一骄傲和第一骄傲，唔信道理。嘿，唔信基督教的意思，唔信道理，嘿是。儒教伫台湾是最头第一有势力，了解，佮有释教势力较输，了解，输互儒教的意思。还起食菜，歹势。还起食菜，好，我啉一个水。我来摕一下水来啉者。好。还起是啥物意思？也是还起食。迄个还起食菜就了解。伊个还是啥物意思咧？还得去写嘛？还迄个起是啥物意思？还。等下我看下吼。遐侪是为着。还若是啥物代志啦？吼，还若是啥物人安尼还？是迄个。对还了解。还迄个去食菜迄个袂安尼断句吼。还去食菜的人，较侪是为着做歹事，害人着惊去修行，是死实做官。死实，毋是死实是啥物？死实。你若咧发音的时阵，其实死和实吼，迄个喙形拢无变，完全无变吼，死实。死应该爱变，也是应该无变。拢无变，死实。嘿。死实是啥？对，你若发即个音的，其实拢爱发死实吼。就是你迄个 IT 的音吼，拢发成个头，就是无应该变，喙形无应该变，拢变。音无应该变，死实。嘿，对，死实，就安尼。好，死实。咁就是死去的意思。
还是死食做官最关官挂孤独。关挂孤独。哦，是，我来记起来。关挂孤独。哦，是，有找到啊。好，死食。这个死食当然是讲有厝内有死人，有失去什么人安尼吼，死食。好，厝内有死人。好，了解。好，继续吼。那有，到倒位好，死食最关挂最关挂孤独，就去食菜。哈，了解。富人互丈夫离互丈夫离，互丈夫离揣心去食菜。揣心去食菜啊，原来是安尼。互丈夫迄个是互丈夫离揣心去食菜，了解。即嘛人无拢读会讲听揣心啦。揣心有揣心即个了解。北部的腔是拢读揣心啦吼。了解。好。好，总是食菜的人少，是百分的积分歹势，1%的积分若定。大概1%的意思。对，这是较早吼，较早。我的印象嘛是安尼，就是讲。较早，阮的印象拢是讲，出家食菜，出家食菜，拢是即种较少的人不如意啊，吼，拢是即种有死食啊，吼，还是讲什么不如意啊，这才会去食菜。所以，我相信讲，阮即个想法是，嘛毋是讲。嘛毋是讲有偏差，就是讲迄当阵普遍的社会可能就是即种想法啦，吼。迄个时代，毋是讲真正对佛学有啥物有兴趣，还是讲我对迄什么佛学高深啥有啥物，无绝对拢毋是即种，是生活性命拄着困难，拄着艰难，还是讲去食菜安尼。了解，是我嘛有听过即个讲法，就是讲。所以安尼去食菜的人，其实无迄个用心，所以颠倒是做歹代志较侪啦吼。是，迄是较早的印象吼。即嘛当然，即嘛出家人有诶是拢是读书、读佛法有兴趣诶才去吼。好，所以较早印象足歹嘛。有啥物讲？讲去厝诶人要去食菜啥，拢足反对诶安尼。是好。好，我来这段读一遍吼。别卡的负责人是牛，无别卡的讲是干。捌科学的人真少，只有汉学的读册人讲是新事。同性最尊贵，因是第一骄傲，毋信道理。儒教伫台湾是最头第一有势力，佫有释教势力较输。这句我都看无啥意思。释教应该就是不教信佛的人。对，佫有释教势力较输即个。所以讲后壁会讲食菜的代志，吼。较输即个儒教吼。凡去食菜的人，较侪是为着做歹事。对无？毋是真正去信迄个释教。对啊。害人着惊去修行，还是死食做官孤独，就去食菜。
人人互丈夫离揣心去食菜。讲是食菜的人少，即个菜吼，食了写毋对去吼，食菜应该是菜。对吼，应该是第三声，第三条，好，食菜。食菜的人少，是100分的1分那点。一段继续吼。好。道教，道教，百姓受伊的卖血第一针，开始是安尼，生死丧喜，生死了解迄个丧喜，迄个丧事甲喜事啦吼，丧喜。丧喜，安尼就了解。生死丧喜，夜神伊悲，夜神是啥物神？夜神伊变，即个夜哩，咱查看觅吼，即个夜神就若敢若讲，阮讲关东相款就是关东夜神，夜神就是把神请出来处理代志。对，安尼了解。但是我查无即个词。我嘛，好，好，无即个词。毋过差不多知影了解意思，好。夜就是请神来，是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请神来医病，夜神医病。查无即个词哦，台语嘛无。敢若只有迄个。夜里当然咱讲夜里就是甲物件压起来，夜神，甲请神应该是同款意思，所以你若看即个夜里伫，就是名记者，好，起来我来。有即个甘里顶即个声吼，是即个夜里，所以夜神甲夜神应该是同意思吼。即个嘛讲，即个解说嘛是袂歹，就是因为即个音嘛是真接近夜甲影，好，来记起来，好，夜神哦，毋是影哦，夜神哦，夜神，这是夜吼，但是甘里顶即个词吼，对，头先夜哦，头先夜吼，我拄则是伫倒位？好，夜。甘里顶即个夜哩，头先夜吼，夜嘿。夜神是有吼，你若我相信夜神就应该有啊吼。NGIA 第5声，哇！夜神有呢，有。我倒位写毋对。我看觅。夜神，对啊，是安尼写毋对啊。是啊，嘿啊 ，NGIA 嘿啊，是安尼啊。我用册台语册。我是用星号加一个星号去找，就找有啊。知影为虾米拍字就找无？你讲第二点？嘿啊，伫第二点，我是后第二个字拍星，拍星星号头前是 NGIA 第5条，嘿啊，嘿，即个。那都有吼，但是无名神啊，伊讲无名神款，有名神啊，有啊，系啊，就唔知影为虾米拍字就无找无，嘿，名神，OK，所以是应该迄个神应该就是名神，
讲艺术啦，可能讲艺术是汉语应该都能相共，才对吼。好，继续吼，迎神医病，官鬼拢是官鬼啊，迎神官鬼，甲鬼赶走，好，敢是这意思，好，好，迎神医病，官鬼拢是道士，拢是道士咧做诶代志诶意思吼，拢是道士，个当机讲是退神明讲话，了解。伊诶行踪，伊诶行踪真惊人。头门拍线，烫八体。头门拍线是啥物意思？头毛是头门拍线，拍线是打乱打散。拍线了解，拍线迄个线是打散。我想讲打迄个线，毋是线，好，线顶迄个线。头门拍线，烫八骹下。烫八体。歹势，烫八体，下白裙，下迄个下哩就是下边讲，咱讲下腰大下皮大，就是这个下哩。了解，下了解，我记起来，是穿衫穿裤，毋过伫下半身诶，穿裙下裙，了解，下北，北大穿裙，裤大下较暗的，下裙下刀，这个我记起来，这个是下哩，下，好，下。好，下白裙所讲的话无明，咁就是无明，就是无清楚的意思。是。好，行路八字骹丢跳跳，了解，其他后边了解着八字骹。八字脚，敢是八字骹？是。好，行路八字骹八字骹丢跳跳，了解，真外条的形容。行路八字骹丢跳跳，手徛剑，家己手徛剑手徛剑。家己破伊个头遐，好，破伊个头遐，加食红花，等者头遐加食红血滴流，好，红血滴流，红血滴流，即个了解。迄个加食就是加只片。加只片，加只片，这个我来记起来，好，歹势，等我一个。阮是讲加只片啦，片较食听着，加食，这个音记起来，加只片嘛有听，嘛较食听，好，所以讲好，手举剑，家己破伊个头遐，加食。红血滴流，目睭圆，等下来。伫讲解进程，咱先看头前就用行人。行路。行人。是。行人是伫倒位？差不多。1、2、3、4、5
第五抓，这段的第五抓，较开头，真惊人。OK， 也是惊人吼。嘿，我是最近学着，嘛毋是学着啦，我才发现讲这，等你讲惊人甲惊人是无共意思。啊，是哦，是安怎无共？惊。个形状真惊人吼，就是，所以是。互人惊的意思无？敢是惊人？真惊人。真惊人。所以就是真互人惊嘛，吼。互人惊是。互人会惊吼。是互人会惊人。惊人。所以讲就是爱轻声变调，是毋？对对对，轻声变调就是变成惊人。真惊人。哦，咁就是 astonishing, shocking， 咁是即个意思。惊人。惊人就是你拄则讲，但是惊人是无共，惊人的主词甲受词，毋是惊人。第二点有收即个轻声，啊，毋过伊无解说，我来看惊即个高一字好啊。惊。伊个解说就是惊的第二、第三啦，吼。第二、第三，惊着、惊响，好。先来看惊的第二、第三。惊的第二是惊着、惊响，吼。互伊拍惊，吼。所以惊人就是，去惊着。哦，了解。所以讲，伊的迄个重点是肯伫惊即个动词。惊着，互伊拍惊，免惊，了解。哦，这我即嘛一时仔才想会出来，讲这到底是差伫倒位？应该安尼讲啦，吼，就是讲，当咱讲惊人的时阵，有时啊，毋是讲迄个物件，应该是人会惊，强调伫人会惊，人会惊，人会惊。惊人是讲迄个物件。毋是惊人。惊人，惊人看，惊人知。惊人看，惊人知。甲惊人，完全无共意思。但是惊人到底，我是嘛真毋知要安怎解释。我买好。OK， 当咱讲惊人的时阵，惊的人是迄个主词，惊的吼，啊，这是当咱讲惊人的时阵，惊的是后壁即个，会惊的是后壁即个人是人会惊，所以讲，若是就是安尼一般会变调一个连字符的，一个hyphen的惊人是，所以说会惊的是后壁即个人，是人会惊。应该讲会惊人，就是会惊，会惊，哦，嘿，
等于讲 A 惊人，嘿，是 A 会互人惊。哦，所以讲若是照这个意思，这个讲迄个，我看卖伫这本册内底讲的迄个嘅，所以咱转来即只讲谢谢。惊人。惊人的应该讲是伊的形状真应该爱有还应该爱写迄个轻声迄个意思，真惊人，敢是安尼？当机真惊人，安尼才对，安尼较符合这个意思吼。所以我是转袂过来吼，就是讲我一般伫我啦，这就是我的吼。你讲话习惯的，这足惊人吼，就是讲这物件，嘿，这物件，好，但是拢会使咧，讲起来嘛是拢会使。系啊，毋过就是看你的惯性吼，惊人，所以讲若是，就是若是惊人，所以讲这个所在爱讲是。当机真惊人，安尼读起来较顺，较符合这个意思哟。安尼讲敢会讲会通？我感觉，起来是惊人嘛是会使的哦。系啊，因为这个迄个两个迄个咩话讲真差，也是差别是真。细微真幼咯，感谢。是足微细啦，所以微细是足微细的差别。伊形状真惊人，安尼是对啦吼。伊形状真惊人，其实嘛是会使啊，到底是差不多，我即马想袂起来。好，这先难过啦，以后有机会再来讲。嘿，了解有这两个无同的讲法就知影，就好。过来是我看卖头毛拍线，烫目体，下白裙。所讲的话无明，行路八字骹跳跳跳，手夹夹，家己破伊的头壳，加只 ，OK， 加只，咱来看下加只吼。加只啊，阮的腔口叫做卡只，卡只，卡只，歹势，我读卡只，对，第四加音。卡只片吼，卡只片，加一个片哩，卡只片。卡只片，卡只听着，好。加只做名称，我主要是要看即寡例句啦。哦，是啊，系啊。加只做名称，意思是不爱囝。哦，是，哦，嘛是有不断生囝意思，我就是。加只做名称。就是安尼了解，会使迄个形容迄个画面。加只做名称就是要生7个8个囝，啊，也是囡仔是一个接一个，是一堆，直爱伫个卡只片吼，加只做名称。加只歹黄金，甲别人看风水。意思就是毋知风水师的身世。哦，好。这什么意思？我来看无，我感觉伊解释我看无。卡只歹黄金，甲别人看风水。这我理解啦吼，这就是讲，就是你帮人看风水的这个人本身其实家己足好个啊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卡只歹黄金，甲别人看风水吼。知影意思啊？应该是。这意思是讲，若是风水师伊会遐尼厉害。伊讲黄金是骨灰坛的意思。这个解说嘛是真。你直接看就讲黄金是。我Google卡只歹
派金甲别人看风水，我直接 Google 这个，直接 Google 这个这句话嘿。我讲的意思哈。所以卡只派哦，伊讲的唔是黄金啦，是红金啦。红金嘿，伊讲红金是迄个红金红，刚才你讲红金红啊，红金红啊，红金红。红金红。较早我是拢想讲是黄金是写做这个。我看卖。哦。嘿。一般是讲这个黄金啦，唔是迄个。嘿是啊，是啊，这个较讲会通。派黄金红啊，甲别人看风水。嘿。派黄金红啊，甲别人看风水，这什么意思？伊就是黄金红啊，就是骨灰坛嘛。伊讲伊的解说就是讲，家己的，就是看风水，甲别人看风水，就是甲别人的祖先看别人的祖先，爱带哦，对，安尼讲理解。啊，恁家己的祖先拢无带，你甲对，去到别人看嘿。对，嘿，就是所以讲你家己的。我想讲华语有啥物，就是，譬如讲，咱定来讲啊，我家己的工课拢无做，结果是，家己的工课，家己的工课做了，我家己工课拢无做。是，有些安尼啦，比如讲人拜托你家己斗相共，结果你甲斗相共，家己工课拢无做，这是派黄金啊，甲别人看风水。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过来是卡只安替帮，有准备物件防拍哈。就是讲，较早阮讲做阵的时候讲钢盔，是钢盔戴好。对，意思哈。卡只安替帮哈 ，OK， 就是这意思哈。这个趣味，我对来看这个题目拢足趣味的 ，OK。是啊，系啊。那我是学到真多。派黄金甲别人看风水日本语的解说，但是我若找无，卡只片那有啥物无？因为伊是卡只高一个书，那较头前应该爱有顶悬遐。应该个顶卡只。对，系啊。伊字句的解说较详细诶，字句解说比台语的解说较详细，较详细嘿。对，我看嘛。原来风水师的迄个字句叫阴阳师。阴阳。字句啊，字句吼，阴阳师，啊是嘿。OK。伊是无甲迄个引申的意思讲出来。系啊。伊解说是甲这字面的意思解说，因为要黄金我误会嘛。系啊，是。这个黄金红啊，吼。黄金红啊，嘿。伊无甲迄个引申出来，迄个意思讲解说。是啊，讲嘛无讲明，嘿。好，咱转来到遮吼。卡只啊，加只。来，无啦。是他到红会直流吼，我对只要讲红会直流，我要甲你讲的是这。伊这应该是。声调飘唔对去啊。是哦，红会，所以讲应该是第八声是。应该是这个本调是第八声。本调是第八声，原来安尼。所以讲爱变低音，红会直流。流。嘛，对啊，第八声嘛。一声直流，红会流。无第八声，这是什么字？就是一直咧流的意思，一直。这就是一直，这 octave 嘛吼。
嗯，所以不是这个意思。嗯，是一直流的意思。流，是。所以红会直流啊，所以应该是第八声啊，但是啊读变调第四声吼。是。好，啊，拄则拍就读到遮好，红会直流，目睭眼眼血流，愈侪愈丰盛，愈体面讲神的有声，了解，也有用铁枝一长，铁枝一长长梗透过喙皮，哇，呵呵呵，长梗透过喙皮，也坐铁顶，也坐铁顶椅，哦，了解，坐铁顶椅，倒倒倒，这敢是第二声？应该是第二声啦，倒啦。第二声吼，倒铁顶面床，互人哦，倒铁顶面床，互人讲咧赢哦，这个嘛是拄则迄个赢性迄个赢吼，跟咧赢，呵呵，跟得赢，跟得赢，跟得赢，我记个较早我咧学表的哩的时阵吼，讲迄个规则讲拼音要写伫头前，所以会写 NGIA， 毋是伊即只写。迄个 NN 伫后壁，嘿啊，呵呵，跟得赢是用火炭，了解，用火炭烧。小等下吼，咱头前看下吼。目睭圆圆。就有神的意思吼，圆圆。来测这个词。GIAN， 其实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吼。哇，无这个词。嘿嘿。圆圆。我看觅伫吹台语有收，啊，毋过伊的解说，毋是有神的意思，是酒皮无力。这个是大理大书店的圆圆。啊？为什么我大书店无看到？奇怪。圆圆。吼，圆圆，目睭圆圆，目睭皮无力，目睭吊吊，哦，目睭吊吊，圆圆。圆圆。目睭皮无力，目睭吊吊，吼，圆圆血流愈多愈丰盛，吼，愈体面，讲神有声。有用铁枝，一长长，更透过喙皮。这较早阮，因为我自细汉就看台机啊，但是我毋捌看过这种更喙皮。是，我是伫迄个电视看到的。有啥物还阁有迄个菜，要打迄个刀的，要安讲？刀推啊，打刀推。刀推，对，刀推。我来是安尼讲，嘿啊，就是有过火打刀推迄个，嘿，各种血腥，嘿，可册。我细汉的时阵，阮我读小学的时阵吼，是到阮爸去北港看爷妈祖，迄当阵是足闹热的吼。啊，我毋知影偌闹热，然后当时阮爸因转来时阵，讲我们听吼。啊，阮爸又去带阮小弟去，啊，就是迄当阵伊伫遐有看到迄个当机是用迄个铁，一个铁机吼，整个即个喙皮安尼。哇，
哇，讲阮小弟惊到要死啊！嘿是，我就惊啦，听到知影讲哦，原来有弹球安尼。所以讲你无家己去看过，也是你有伫电视看。我毋捌去看过，因为迄阵阮爸无带我去，敢若带阮小弟去因为阮姨丈是婚林土库的人嘛，吼，土库店伫个北港附近边仔尔，所以因自细汉因就知影即个北港娘妈祖就闹热吼，所以我自细汉的印象就是北港娘妈祖就闹热。你后来迄个什么蓝青飘因迄什么，迄是后来我才知的。无其实我较早自印象我就听讲是北港妈祖是就闹热的吼，娘妈祖就闹热的。OK， 好，咱继续谈。好，继续用。好，用迄团小规堆，用迄团小规堆。哦，用迄团小规堆，才走对迄过，迄个走对迄过，走对迄哦，才走对迄个，好，互伊烧死夜目，哈？互伊烧死夜目，死夜目，死夜烧死夜目。烧死了解，迄个夜目是啥物？目，嘿，对，目。目是啥物？目就是曾经呢。就是也有烧死的夜目出现过，安尼。对，好，了解。好，家己用剑杀死夜目，安尼了解意思。毋过就是好真占领，安尼讲是无诚心无诚心才会了解，才会出现即款情形，了解。好，真侪人破病，请伊来跳动派药，敢是派药啊？互你药啊，派药好，跳动派药好是开药单啊，了解。害人不孝，了解。所以领台以来，政府有禁，了解。毋准伊安尼做，阁有红姨讲话，带阴间的神魂来甲伊的亲人，敢是亲人？我看卖吼。到第7页，好，甲伊的亲人讲话，伊即只讲领台以来吼，我想应该是讲日本人领台以来。日本人是，我嘛是安尼感觉。好，甲伊的红姨甲阴间的人甲亲人讲话，百姓应该是第3条。探记是百姓真信伊，这害人不孝，了解。政府也禁伊，若知就掠伊禁伊掠伊，是。本领台对，的确是日本的，对日本领台以来，人民有开化，就无讲是立教的，等者，无讲是立教的通番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我看对日本
日本领代以来，人民有开化，就无讲是入教通番。通番是啥物意思？较早讲入教是去通番啦，通迄个番啊，原来是啊，是啊，所以讲伫清国有即个讲法，讲入教的人是通番。嘿对啊，日本领代以来就是较无安尼讲啊，吼，都较无迫害基督教。好，了解，即个我记起来。好，人民有开化，因为有开化的关系，好，就无讲是入教的通番。了解，人民反转郡瓦拜堂，求要入教。了解啊，所以讲教堂有嘛是叫做拜堂。好，礼拜堂哦，是拜堂就是礼拜堂，就是教堂，同款意思吼。是好，在这敢是有在，敢是第七声才对，在基督教哦，在就知影好，知影在基督教的人是好人，政府也信用，这敢是第三条好，政府也信用，就是信用好，信任啦吼，叫做信任甲容易安尼，好信用。了解好，这大长长的，我来甲这大吼，系是，道教百姓受伊的迷惑，第一心，生死丧喜，驾神医病，赶鬼拢是道士，佮动机讲是替神明讲话，伊的形状真惊人，头毛拍线，脱目体，下白裙，所讲的话无明。行路八字骹跳跳，手夹剑，家己破伊的头壳，加只红血直流，目睭炎炎，血流愈多愈丰神，愈体面，讲神有疼，也有用铁枝一长长，更透过喙皮。也坐铁钉椅，倒铁钉面床，互人光得赢。用火炭烧规堆，则走对火架，互伊烧死也捌，家己用剑刣死也捌。安尼讲是无诚心则话，真侪人。破病，请伊来跳动派药，害人不少。所以领代以来，政府有禁，唔准伊安尼做，阁有红衣讲话，带阴间的神魂来甲伊的亲人。讲话百姓真信伊，这害人不少。政府也禁伊，若知就掠伊。对日本领代以来，人民有开化，就无讲是入教的通番。人民反转郡瓦拜堂，就要入教。在基督教的人是好人，政府也信用。是。这是我拄着迄个害人不孝，敢是文音，伊个就是袂少的意思。这是就是文音吗？讲一个意思，好，安尼了解。不少。是，害人袂少，是。对。好。
这讲起来实在是，我毋知这要安怎讲吼，就是到底是对上，我认为是无啥物对啊，毋对，但是，看吼，就是，日本人，咱莫讲日本人来吼，就是讲也未开发进前，台湾人其实足袂信吼，就是拄则咱看过，真正是，嘿，啊，这种袂信到底是算好算歹，我歹讲吼。咁有好诶。譬如讲红姨吼，带人落阴间，就关落阴啦吼。这种，而且红姨吼，红姨我相信可能毋是干道教，是民部族民间，是。有迄个红姨这种一份啊，就是专门你替人断事、这个判断事的吼，你去问事，伊会带你关落阴这种。我会记得伫读这个荷兰历史的时候，吼，讲红衣是着迫害足严重。是。也就是讲，荷兰人迄当阵荷兰宣教士来遮宣教的时阵，其实对台湾迄当阵并保因本身的文化，其实是破坏是足严重的。是。所以你要对对一个角度来看咧。是。所以你拄则讲有好，我讲的毋是好歹吼，就是讲，比如讲红姨这种，因即对信仰来这种，是一个风俗安尼。对，这是因的文化一部分。后来因为基督教文化入来了，才受到影响真大哦，甚至可能都消无去啊。啊，这是做法歹吼，这我讲实在是歹讲吼。啊，但是。当然，咱对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嘛无一定是毋对吼。比如讲，你若看即摆咧批评洪明华时代的时阵，吼，洪明华时代有一项受台湾人批评足大，甲即摆足侪人讲起来，佮你批评，就是讲洪明华时代吼，洪明华运动，有一个运动叫做，我现在无啥会记得，意思就是讲，甲你的迄个新主牌，甲去年的迄个。像啥物吼，拢中啊烧掉，毁掉就对。因为洪明华伊要吹杀迄个洪民信仰嘛，就是因的啥物天皇的信仰就对啦。都因那毋是神道教，因叫做神道教吼。日本的信仰其实有两条，一个是佛教，一个神道教吼。伊要吹杀迄个神道教的信仰，所以伊就是。就是甲即个，咱讲甲即个神笔吼，一中挖来啊，找一个好日子啊，规个小戏说安尼，叫做什么，反正就是意思讲，甲神笔接上天，就烧上天就对啦吼。啊，而且禁止台湾人拜，譬如讲台湾的庙啦吼，拢早晚是禁止的吼，迄当阵迄个。迄个总督叫啥名？只是也想袂起来吼。所以台湾人其实是足气的吼。是，啊，但是你拄则你个角度去看，讲文明用文明的态度来废除这种迷信，其实敢会歹。系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啊，对啊，所以讲伫方面化运动内底，甲即个。迷信的部分提掉，其实嘛毋是啥物歹事啊吼。当然，当然日本人伊的目的嘛毋是讲干那要甲迄个提掉，伊要吹杀迄个。我拄则讲伊要吹杀迄个吼神道教的迄个信仰吼，这是原因啊。所以当时因起足侪伫台湾起足侪新社吼，新社啦吼。也是。我后来去看才发觉讲，哇，台湾新社遮尔多。系啊，就是即马有一寡迄个历史建筑，做到想袂到的程度啦。迄当原来已经是含即个台湾的土地公庙要收并。系啊。当然含土地公庙比起来佫差侪啦，土地公庙还是较侪啦，新社无遮侪啦。
迄是因为因催促即个信用时间就倒的嘛。你若讲今仔日互伊催促到即嘛即个时代，我看台湾的全面日本化，你完全看袂出台湾人迄种台湾人的迄种文化是可能拢完全看袂出来。就那敢若即嘛迄个Okinawa相款。Okinawa 因本身的即个文化啦、历史各方面，其實攏受到真大即個損傷足大吼。OK， 好啦，是看讀即段再想起這就講者安尼。好，就文化風俗的代志，嘛是真趣味。對啊。好，咱讀到這啦吼。介無書後禮拜咱來讀介無書的代志吼。OK， 好。介無書有日記吼，有日記啊。是。出版吼，即嘛買會到吼，介無馬介無書日記吼。我當陣我有一個教友買吼，我摕來看吼。哦，好。當然是你若真正要一工看，對，真好。所以講因原文敢是用英語寫的，也是用什麼？介無書原文，我記得敢若是用英語寫的款。哦，好。嘿，若是有機會就找來看嘛。英語寫對。嘿，你真好。當然你一工看就無意思，但是伊是我感覺嘛是咱敢若讀台灣書相款吼，會當。我是安怎看？比如講今仔日倒一工，我就看迄工，我介無書做啥代志安尼，是對照安尼。嘿啊，對對照一下嘿。好，安尼咱就來讀遮啦吼。頭家後禮拜繼續，後禮拜就嘛是就共款即個時間你嘅拜拜啦吼，咱再繼續來讀吼，安尼多謝。新嘅部分就使開始，好多謝，好，就晚安，晚安。